我毋敢啦。仁义伫厝内底咧结球，无张持弄破爸爸真宝贝诶花间，仁义不知烦恼。妈妈讲，爸爸若倒来，就赶紧甲伊找毋着。爸爸倒来诶时，仁义迷咧，毋敢出来。爸爸叫伊食饭，伊也真惊。爸爸用真疼痛诶声问，是安怎遐无元气？伊哪甘苦心，想要甲爸爸找毋着，毋过因为惊，煞讲袂出来。这时妈妈讲，今仔日无注意弄破听你诶花间。仁义想要对妈妈来找毋着诶时，听着爸爸大声地骂，太用较细字咧。伊就那惊，煞头壳啊，毋敢看爸爸。爸爸又怨地骂，仁义因为惊，爸爸地骂甚物，伊听拢无。后来才听有，实在是地骂妈妈，毋是地骂伊。伊就那惊，讲爸爸就是我。妈妈对三仔囝甲伊救一个，伊搁着一惊，吞一个喙烂。后来爸爸食饱，爬起来行对听你去。仁义流目屎，甲妈妈讲：妈妈，赦免我，害你互爸爸骂。妈妈讲：后摆毋通踮内底结球吼。毋啦，我得较毋伫内底结球啦。做毋着就爱认，毋通暗藏。